我哋其實都會見得到咧，其實韓國咧嗰個嘅回調幅度咧，單日咧其實咧都係有個比較大嘅跌幅嘅，咁啊都係有7%接近一個10%，即係或者係挨近10%嘅一個嘅回調幅度啦。咁而其他嘅一啲地區上面嘅嗰個股票指數嚟講又點樣樣咧？咁其實咧今年嚟講咧，邊一個地區做得最好咧？我哋都會繼續見得到咧，同一啲可能係記憶體相關咧、一啲硬件製作設備相關嘅嗰啲地區咧，其實咧嗰個嘅整體回報表現咧係會叫比較高啲嘅。譬如咧，可能頭先提到咧，韓國雖然6月23號嘅回調比較大，但係我哋見到咧，今年嚟講咧，最跑得最好咧嘅表現咧，其實就係韓國嘅股市。咁而另外咧，台灣嘅股市咧，咁我哋成日都知道啦，台灣會製造即係代工一啲嘅晶圓啦，或者可能咧半導體嘅相關嘅一啲嘅製造啦，咁所以其實個表現咧相對都比較好啲嘅。咁而另外咧，呢個市場上面咧，可能比較唔係太多同事有留意到嘅就係日本嘅嗰個市場咧，其實咧日本可能過去嚟講，大家都會講話誒四大商社或者可能係一啲金融啊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啦，或者係一啲嘅公司啦。咁但係其實日本咧，其實依家咧，佢哋本身喺個科技嗰個嘅製造領域上面咧，其實就係講緊咧成個 AI 產業鏈咧嘅嗰個最比較上游嘅一個部分。但我哋成日都話啦，上游嘅部分嘅意思就係話，可能係一啲當平台係比較中游啦，即係可能譬如我哋平時用開，可能係Google 可能 Gemini 或者可能係 Tesla 嘅 Grok 咁樣樣。咁其實可能當佢哋係平台咁樣計，其實佢哋要起一啲嘅數據中心，其實佢哋嘅上游咧就係頭先提到嘅，可能係一啲韓國嘅一啲嘅記憶體製造商啦。或者咧係台灣嘅嗰啲相關嘅代工廠啦，但係其實佢哋要製造嗰啲嘅半導體咧，其實要設備㗎嘛，都要有一個好大嚿嘅機器㗎嘛。我哋以前成日聽就話可能荷蘭歐洲荷蘭有間公司就叫做 ASML 啦，ASML 啦，咁但係其實原來日本咧都有相關嘅呢啲即係光刻機，又或者咧可能係咧相關製造啲半導體設備嘅廠商嘅。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咧，我哋見到今年亞洲裏邊，尤其是受惠咗成個半導體產業鏈。嗰一啲嘅相關地區，頭先提到韓國、台灣甚至乎日本咧，其實我哋見到個表現咧，都係叫比較出色嘅。咁當然啦，中國上面嚟講咧，我哋即係 A 股咧，其實會多啲呢啲嘅機會嘅。咁而恒生指數裏面嚟講咧，因為可能大家會見到，可能近排嚟講，港股都會有啲 AI 相關嘅一啲嘅概念股嘅，但係因為佢哋就唔係恒生指數嘅成分股嚟嘅，咁所以就有個情況咧，我哋叫做即係炒股不炒市啦。咁所以咧，整體上面嚟講，你揾單睇恒生指數嘅表現咧，係會相對比較落後得多少少嘅。咁但係整體上面嚟講咧，我哋覺得咧，即係6月23號咧個調整幅度咧，都係叫會比較大少少嘅。好，咁另外啦，我哋再退到落下面啦。咁其實咧嗱，點解咧會話講到就係話點解韓國股市突然間一日之內會暴跌咗，即係成7%甚至乎10%嘅一個嘅幅度咧？嗱，整體上面嚟講咧，我哋唔覺得咧係一個叫基本面嘅改變嚟嘅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咧我哋覺得咧係因為市場上邊咧有啲槓桿咧，其實係叫增加得比較犀利，咁就係突然間個波動性嘅影響咧，令到市場咧突然間會有一啲可能係一啲叫閃崩啦，或者可能係flash crash 啦，英文我哋叫做即係可能好快嘅一啲崩潰，又或者咧可能係即係一啲突然間一啲嘅風險事件出現咗，咁可能咧就有機會一啲投資者咧佢哋要去槓桿，或者可能啲機構投資者咧佢哋要去槓桿，就發生咗咧所謂嘅啲嘅人踩人嘅事件嘅啦。幅圖上面咧，其實我哋見到咧，今年咧其實我去到5月底咧，上個月底嘅時候咧，其實韓國咧其實咧，就出咗幾隻咧，一啲叫槓桿嘅 ETF，我唔知 Justin 有冇聽過？有聽過係咪三星啊？係啦，冇錯冇錯。嗱，其實之前嚟講就香港咧就有一啲嘅相關嘅工具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咧，早在上個月1個月前左右啦，其實韓國咧佢哋本土咧都有自己呢一啲嘅槓桿嘅 ETF 咧，其實就出現咗，就可能咧佢哋嗰個 underlying 即係個標的咧，就好似頭先阿 Justin 你講到啦，即係三星啊，又或者咧可能係 SK 海力士呢啲嘅相關公司啦。咁而我哋都見到咧，呢啲相關嘅一啲嘅槓桿嘅 ETF 咧，其實即係唔夠1個月嘅時間咧，其實佢哋嗰個成個嘅資產嘅嗰個規模咧，即係話幾多個基金個分 size，其實係增加咗超過3倍嘅。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咧，我哋見到咧韓國佢哋個散戶其實咧，佢哋對於呢一啲嘅槓桿嘅 ETF 咧，其實佢哋係叫比較中意啦。咁所以當嗰個嘅指數嗰啲嘅，即係嗰個 ETF 嗰個嘅製造商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哋當有更加多嘅啲散戶去流入我哋啲基金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要買入咧，更加要去買入呢啲相關嘅公司。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其實係會造成咗一個即係叫疊加嘅效應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好處就係話，喂多散戶入咗去，咁可能佢會再增加咗嗰個嘅叫做
個需求啦，個股票嘅需求啦。但係如果調翻轉件事就係話，喂，如果突然間係有啲真係一啲閃崩出現咗，或者可能個市場有啲回調嘅出現咗之後咧，其實除咗啲散戶可能佢哋會做啲嘅 profit taking 啦。甚至乎講緊一啲嘅ETF 嗰啲嘅製造商咧，其實佢哋咧都係需要沽貨咧去做翻嗰個相關嘅對沖嘅，咁所以亦都會增加咗咧成個市場咧嘅嗰個波動性喺度咁樣啦。即係咧一個雙刃劍啦，我哋會叫做一個即係有好處亦都會有唔好處啦。咁但係個壞處就相對呢個波動性咧其實係會叫比較大嘅。但係如果我哋即係 look back 翻去睇翻個 fundamental，即係啲基本面因素上面嚟講咧，其實咧我哋唔覺得咧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喺度嘅。咁點解咁講咧？嗱，第一樣嘢咧，我哋睇翻啦，即係韓國咧 Kospi 咧市場上面嗰個嘅估值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叫比較平少少嘅。都會大家見到咧圖上面咧，其實即係我哋睇翻同過去5年嘅一個嘅預測市盈率去做翻個比較嘅話咧，依家最新嘅狀況咧，其實都係大約係7.7倍左右嘅啫。嗱，7.7倍係咩概念咧？大約就係5年嘅平均。再減2個標準差，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你其實見到幅圖都知道㗎啦，就係話咧，其實依家現時呢個最新嘅韓國股票嘅估值咧，其實都係叫比較上係一個歷史偏低嘅水平嚟嘅。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我哋見得到啦，頭先提到一啲最個別嘅一啲記憶體嘅龍頭大嘅廠商，其實因為佢哋嗰個嘅叫做嗰個盈利能力咧，其實仍然係有待提升嘅空間喺度。包括其實我哋都見到咧，成個點樣影響到大家嘅生活咧？我就譬如可能大家用緊 iPhone，知道咧尋日原來講緊個蘋果咧已經講緊話佢嚟緊一啲即係 iPad 啊或者 Mac 機咧，已經係因為嗰記憶體佢裏面嗰個 chipset 咧，佢哋嘅成本提升咗，其實會係之後會轉嫁翻落去俾個使用者嗰個嘅 bias 上面，即係會加價。簡單啲嚟講就係話，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見得到咧。對於呢一啲嘅半導體或者記憶體嘅製造廠商咧，其實佢哋係一個好大嘅議價嘅能力喺度嘅，因為大家都要搶呢一樣嘢，咁其實就佢咧會有好大嘅 bargaining power 咧，可以去提升到嘅價格。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啦，我哋對於呢啲公司咧，其實佢哋嗰個嘅定價能力啦，以及佢哋個盈利能力咧、前景咧，其實咧我哋唔係話太過擔心嘅。咁而當然啦，個別可能短線嘅一啲嘅市場波幅，其實我哋覺得咧係真係需要去留意嘅。咁亦都避免盡量避免可能係用啲槓桿去做啦，或者可能係盡量唔好太過集中，可能喺某一個單一個地區或者國家咁樣樣咯。好啦，咁頭先提到啦，即係嗰個基本面咧，其實冇改變嘅。其實頭先都提到㗎啦，就係話咧，我哋見得到咧，呢一啲即係譬如韓國佢哋最頭2間嘅一個三星啦，或者 SK 海力士咧，咁其實佢哋嗰個嘅定價或者嗰個盈利能力咧，仍然係叫相對比較高啲嘅水平嚟嘅。咁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議價能力啦。亦都見到佢哋咧嗰個嘅記憶體出口個價格指數咧，其實咧都係叫做陸續咧錄到一個創新高嘅狀況喺度。咁所以咧，對於呢啲公司咧本身嚟緊嗰個嘅前景咧，我哋就唔會話即係叫做特別太大嘅一個嘅擔心咁樣樣啦。咁而睇埋咧，可能成個嘅 AI 個嗰個嘅需求，因為其實我哋呢排咧，其實都有一啲個別，可能譬如美國佢哋都有啲嘅記憶體製造廠商，其實都係叫做出咗個業績，出咗個嘅成績表。喂，咁究竟大家市場之前成日好擔心，就係話喂，究竟嗰個AI 嗰個嘅嗰個前景係點樣樣，或者係咪真係出現一個泡沫啊？係咪真係話升得太高啊？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咧，如果我哋睇翻咧一啲即係數據上面去睇嘅話咧，其實我哋見得到咧啲平台即係中游頭先提到嗰啲嘅中游嘅平台商咧，其實佢哋會繼續咧去到俾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嘅資本開支，去到增加翻佢哋嗰個平台，即係或者嗰個嘅AI 嗰個嘅工具嘅一個運算能力喺度嘅。咁所以對於其實上游咧嘅一啲嘅硬件嘅設備咧，其實咧仍然係有一個比較大嘅需求喺度嘅。咁而下個問題要問嘅就係話，喂，咁究竟成個硬體嗰個嘅產業鏈上面咁多唔同類型嘅晶片，譬如可能大家有成日聽到有喂又話大過28mm，又或者可能係依家其實可能台灣向緊呢個細過2mm嘅一個嘅製程咁樣樣。喂，咁其實邊一啲地區或者國家先至係能夠最受惠得到咧？咁大家就可以參考翻咧右手邊幅圖。其實整體上面嚟講咧，我哋見到成個嘅產業鏈咧，其實咧比較上咧
都係會以翻一啲即係可能咧橙色啊或者紅色啊相關一啲亞洲地區咧，我會做咗個標示咧。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咧，都係呢一啲嘅國家或者亞洲地區咧，其實係為主嘅啦。當中包括咗咧，譬如可能頭先提到咧一啲記憶體嘅嘅部分咧，無論係講緊個設計啦，即係嗰個點樣去製造嗰個嘅製程啦，甚至乎講緊嗰個製造嗰粒嘅記憶體咧，其實大家見到咧。啡色嘅鈉含咧，其實佔嗰個嘅比例咧，其實係會叫比較多啲嘅。咁而美國，大家可能頭先提到啦，即係話可能個最早幾年，其實大家可能話圖像處理器喎，或者可能啲叫 CPU 嘅中央處理器喎。咁其實佢相關嘅設計喺邊度咧？相關嘅設計咧，其實就喺美國會比較多少少嘅。即係譬如可能大家都知，可能好熟啦，即係可能 Intel、Nvidia 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啲公司咧，其實佢哋未必會就製造嘅。咁所以佢哋會再將設計完之後，再將個代工咧就會俾咗台灣嗰一啲嘅廠商去做，咁所以大家會見到咧，譬如一啲可能係小於10nm嘅一啲嘅邏輯晶片啦，即係可能頭先提到咧，即係台灣話台積電其實佢哋係都係繼續進發緊一個細於過2nm嘅一個嘅先進製程嘅，其實會見到咧，台灣即係一個深橙色嗰個嘅巴咧，其實都係會叫比較大少少嘅，咁其次就即係韓國啦咁樣樣，咁而一啲比較大啲，即係可能一個相對個製程冇咁先進，即係話咧，可能佢哋嗰個嘅嘅晶片其實未必話真係好快嘅，可能其實唔一定要用喺個 AI 個需求嗰度嘅，反而可能係用嗰啲車用晶片啦。譬如我哋而家成日都話喂自動駕駛咁樣樣，可能其實裏面都要有啲車用嘅晶片，或者可能大家依家日常用嗰啲電器咧，其實成日都好似有啲即係智能嘅一啲嘅嘅工序嘅程序喺度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唔太先進嘅一啲嘅製程嘅話咧，咁其實咧反而咧有機會中國咧個部分咧，其實有機會會叫比較多少少嘅。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啦，其實我哋覺得成個嘅產業鏈咧，其實唔係話淨係集中於咧喺某一兩個國家嗰度嘅，而係咧成個區域咧都係能夠叫做繼續係可以受惠得到呢一個嘅狀況咁樣樣咯。係啦，咁所以咧，頭先都提到咧，就係話咧，其實咧，我哋點樣去盡量避免咗可能單一國家，可能可能單一兩日裏邊嚟講，會比較大嘅一個嘅回調嘅風險喺度咧。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就會覺得咧，可以用一啲即係亞洲嘅股票咧，咁佢其實咧就會分散翻咧成個嗰個國家嗰個嘅風險。嗱，譬如左手邊幅圖啦，我哋見到咧，即係譬如 MSCI 亞洲除日本嘅一個股票指數裏邊嚟講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嗰個嘅分佈咧。嗰個國家分佈咧，其實咧都係叫比較平均嘅，即係嗱，你話可能咧台灣、韓國以及係中國嘅部分咧，其實咧大家咧都唔超過30%嘅，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你話就算單一韓國可能喺啱啱6月23號星期二嘅時候有一個比較大嘅幅度，大家見到右手邊幅圖會見到啦。其實最高嘅幅度咧就頭先提到咧，即係今年表現最好嗰個韓國嘅股票咧，咁其實咧呢一日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回調喺度嘅，即係單日咧其實都跌咗真係差唔多7個至到10% 左右嘅。咁所以但係你如果你睇翻咧亞洲股票咧，其實整體嚟講咧都會跟跌嘅，唔會唔跌嘅，因為佢都係佔咗一個比較大嘅部分啦，1/3啦接近係。咁但係整體上面嚟講咧，嗰個叫回調個幅度咧，都係叫比較相對會低少少嘅。大家如果頭先有印象，第一 slide 咧就會見到咧，其實當日咧6月23號咧，整體成個亞洲區域咧都係大約跌咗4% 左右嘅啫。咁其實咧都係佔咗即係韓國嗰個嘅單日嘅跌幅咧，其實都唔夠一半嘅。咁所以整體嘅上面嚟講，呢度希望帶到個咩 message 俾大家咧，就係咧，其實我哋覺得成個嘅人工智能嘅產業鏈咧，其實唔單止係淨係集中喺某一兩個國家或者地區上面嘅，反而係成個嘅亞洲區域咧，都係有一個能夠廣泛受惠到嗰個嘅狀況。咁所以我哋點樣去避免？除咗頭先提到咧，開始做啲風險管理嘅措施，除咗可能去避免個槓桿嗰個部分，唔好話可能係真係太過集中喺啲槓桿嘅相關產品，或者可能係個融資上面啦。咁但係整體上面嚟講咧，我哋亦都可以用一啲嘅分散翻其實唔同嘅地區上面嚟講咧，去到做一個嘅考慮咁樣樣咯。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即係買可能一啲 ELS 嘅裏邊一啲嘅投資嘅選項，其實係屬於一啲叫基金嚟嘅。咁而基金裏面嚟講咧，我哋都會覺得咧係一啲屬於一啲真係比較中長線嘅投資上面嚟講嘅話咧，咁所以都冇必要話可能要去攞一個太高嘅風險咁樣樣。咁但係我哋覺得，如果係真係安安穩穩有個增長，其實今年大家見到藍色條線就係話，原來今年頭半年都未到，都6個月嘅時間都未行完，其實已經係有接近26% 嘅一個嘅回報咧。咁其實我諗都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嘅嘅回報啦咁樣樣嘅。咁
但係當然啦，其實就前景上面嚟講咧，頭先提咗好多啲即係 fundamental，即係啲基本面上面我哋睇下好嘅地方。咁但係咧唔好嘅之後啲風險上面嚟講咧，我哋覺得咧都有需要去留意嘅。咁包括啲乜嘢咧？包括就係咧嚟緊嗰個美金咧轉強咧，其實咧有機會對個亞洲股票嚟講咧，其實係會有啲波動嘅。因為咧其實佢過去即係聯儲局佢叫做稍為減咗息之後啦，咁其實之前一段時間上面嚟講咧。其實整體成個美匯指數咧，大約都係喺96至到100左右呢個區間上落嘅。咁但係最近嚟講啦，其實亦都見到嗰個風險情緒咧，其實開始有慢慢累積嘅狀況。咁所以我哋見得到咧，美匯指數咧，其實已經係叫做突破咗100，甚至乎係101左右呢一啲嘅水平嘅。咁所以，但係就即係同期裏邊嚟講啦，我哋見到呢一個月裏邊嚟講，除咗頭先提到6月23號黑色星期二之外咧，其實整體嚟講咧，亞洲股票咧，都係維持住一個升勢喺度嘅啦。即係當然啦，我哋會覺得就係話其實佢會繼續去有個 fundamental，即係個基本面嘅支持。但係短線上面嚟講嘅話咧，我哋覺得如果美金係真係走得太強嘅話咧，咁其實有機會咧對個亞洲股票咧，其實係有一啲嘅估值回落嘅壓力喺度嘅。咁所以一啲短線嘅波幅咧，我哋會覺得有。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啦，要去審慎去挑選一啲入市嘅時機。咁最好咧，咁就可能係都係做翻一啲分段嘅買入啦。咁亦都可能咧。譬如假設就話，可能係分3次去買入，咁如果係真係見個市場有一啲比較明顯嘅調整，好似啱啱星期二嘅時候，咁其實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入市嘅時機啦，係啦，冇錯。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咧，我哋都會覺得咧，亞洲股票咧其實嚟緊咧都會有相關嘅一啲嘅不確定性喺度嘅。咁而點樣有啲咩因素會令到個美匯指數有機會可能繼續維持住一個高位，或者係維持住強勢咧？咁包括就可能一啲咩美國嘅經濟數據啦，譬如可能包括我哋尋日見得到即係美國嘅一個嘅呢個新增嗰個嘅失業救濟金人數咧，其實咧都係比市場原先嘅預期咧其實低嘅。咁所以咧整體上面嚟講咧，都係見到一個美國佢哋嗰個嘅就業市場啦，其實唔係話太差咧。其實對於美國聯儲局有機會減息嗰個嘅動力咧，其實相對係比較弱咗少少嘅。其實依家市場出面預計咧，其實都未必話真係會減息㗎啦。今年坦白講，咁反而咧有機會會調翻轉加息添，係啦。咁但係我哋 base case 預測，其實我哋就預計咧今年咧應該會按兵不動嘅，暫時嚟講，即係我哋即係永明嘅預測就係我哋覺得咧今年咧應該個息口咧會比較上係維持相對一個穩定嘅狀態咁樣樣。咁但係就一啲短線美金嘅上落咧，我哋覺得對亞洲股票嘅波幅咧，其實有機會係會有所增加嘅。咁而家6月尾7月啦，咁我哋嚟緊應該點樣部署咧？我哋有攞住啲 list 單嘅客，我哋應該揀啲譬如保守啲嘅，定係進取啲？我 get 到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分站啦，因為我哋其實有啲唔明朗嘅因素啦。但係我哋都長遠係睇好我哋亞洲。冇錯。我哋會點樣去部署咧？幫我哋客人。可以啊。嗱，呢度咧同大家咧亦都可以做翻一啲回顧啦。咁就係咧，即係我哋一啲唔同類別嘅一啲有派息嘅相關嘅基金啦。嗱，所以頭先提到啦，即係一啲分散嘅嘅投資嘅組合咧，咁其實我哋覺得咧都係嚟緊咧，應該係屬於一個即係投資者咧可以去望多少少，留意多啲嘅啲相關嘅資產啦，包括就係啲混合類型嘅資產啦，啲股債混合嘅基金啦。咁包括我諗即係可能譬如環球上面嚟講，同事都十分之熟悉，可能譬如係包括可能係斯羅德嘅嗰隻環球股債增長收息啊，或者係安聯收益及增長啊，咁呢啲嘅基金咧，咁其實大家喺過去一段嘅表現裏面嚟講咧，都係叫比較強勁啦。咁亦都係咧同時咧唔會發生嘅，亦都講緊我哋嘅派息率咧，其實都係比較吸引嗰個水平啦。咁都會係可能係8%、10%左右呢啲嘅情況啦。咁而亞洲嘅一啲混合型嘅資產咧，咁其實我知道Edas 嘅平台即係新科場上面咧，其實都會有一隻嘅。咁但係咧就可能個過去表現上面嚟講咧，未必話係太過即係俾同事嘅印象係太好啊。因為咧我知道過去一段長嘅時間上面嚟講，佢個表現咧都係相對會比較遜色少少嘅。咁就包括就係話咧首聯嘅呢就亞洲嘅鐵橋嘅基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睇翻過去3年嘅一個嘅回報上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咧佢都叫做某程度上咧叫做洗走咗咧過去之前一段相對比較差啲嘅時間嘅一個嘅唔係咁好嘅表現嘅。咁但係咧佢呢隻基金咧比較大嘅一個唔係話太過受即係市場重視或者投資者重視嘅地方咧，就因為佢嗰個嘅派息率咧其實都係叫比較偏低少少嗰個嘅水平嚟嘅。咁大家會見到咧佢嗰個嘅年息率咧，咁其實大約咧都係得4厘左右嘅啫。即係你話喂同上邊嗰啲可能一啲環球或者美國嘅股債混合型基金去比較嘅話咧，咁亞洲我哋
覺得個風險可能應該相對比較高啲，但係個派息嚟講咧，相對咧比較低啲嘅時候咧，咁可能對個投資者咧嗰個嘅吸引力咧，咁其實咧就未必話真係太過高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啦，咁其實都會覺得啦，你都可以睇翻咧。如果未必話真係話，可能淨係想做，即係或者唔怕煩嘅一啲投資者，一啲唔怕煩嘅一啲 EDS 嘅保單嘅持有人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咧考慮咧自己 DIY 嘅。咩叫自己 DIY 咧？即係話咧，可能可以自己咧喺個保單嘅投資選項嗰度咧，咁可能執2至3隻嘅基金，咁就當中包括係一啲亞洲嘅股票，或者可能咧另外可能一啲亞洲嘅債券，又或者可能一啲環球嘅債券咧，咁佢自己去製咗個 mix and match 咧，咁其實咧都可以做到一個比較理想嘅回報之餘咧，其實嗰個嘅整體嗰個嘅年息率咧，其實相對咧都可能咧會比頭先4厘咧，其實咧更加吸引嘅啦。譬如包括啦，可能亞洲嘅股票基金裏邊嚟講，可能咧我哋見得到咧，JP Morgan 嘅呢一隻嘅亞洲股票高息基金咧，咁其實佢個過去個表現咧，咁都十分之亮麗啦。咁亦都見得到咧，嗰個年息率上面嚟講咧，其實都有8厘嘅一個嘅狀況嘅。咁所以基本上你話喂，佢8厘就當你買一半，然之後你另外嗰隻債券基金你唔派息咧，其實都已經做到頭先4厘嗰個效果。如果可能，譬如可能我哋再去睇翻一啲其他，譬如環球嘅債券，又或者可能係轉頭下一班一啲亞洲嘅債券，其實大家都會見得到咧，佢哋嗰個嘅年息率咧，其實咧都係處於一個可能高過5%嘅一個嘅部分咧。咁其實兩隻加埋。呢一個即係拉翻個 weighted average 咧，個平均數咧，其實咧都已經係好過4厘嗰個嘅狀態嘅。咁所以咧，整體上面嚟講，即係話如果你話喂，可能都覺得頭先話手如嗰隻 Adote 鐵橋個嘅印象過去表現都係相對比較唔係咁好，亦都覺得嗰個嘅年息率相對都比較低少少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可以考慮用呢一個嘅做法啦。可能一隻嘅亞洲股票基金就再加一啲環球嘅債券，又或者可能係亞洲債券嘅一個嘅基金咧，咁其實咧都係叫可能可以比較去一個方向。一個出路啦，我會自己覺得係一個，咁所以咧。呢度咧亦都可以同大家啦去講多少少咧呢一隻摩根嘅一個嘅亞洲股票高息基金啦，因為呢隻基金咧其實就個過去表現上面嚟講咧都係叫比較理想，亦都點解佢會做到咁樣嘅效果咧？咁其實咧我哋見得到咧，其實佢咧喺嗰個地區分佈上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同頭先一開始咧我哋提到嗰個 concept 咧係有類似，就係話咧我哋覺得每一個地區上面嚟講咧，其實咧都唔好話真係太過佔個比重咧，佢即係個 dominance 嗰個嘅壟斷嗰個嘅狀況咧，唔好話太高，即係盡量可能打散，盡量分散咧，其實咧嗰個嘅表現嚟講咧，相對咧係會穩定之餘咧，然之後咧喺個別一兩個地區，如果真係有啲增長空間喺度咧，咁其實已經可以攞到一個比較平穩嘅穩定增長喺度嘅。咁所以我就特登都 highlight 咗咧，譬如咧呢隻基金裏邊咧嗰個嘅地區分佈上面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咧叫比較平均分佈嘅，即係譬如講包括中國啊、台灣啊、南韓啊、澳洲啊，咁其實大約咧都係佔10幾至到20幾個 percent 左右咧不等嘅，咁就唔會話可能有單一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咧，其實可能可以成30%甚至40%咧嘅一個嘅部分出現嘅。咁你都見得到咧，其實呢隻基金咧，其實佢賣緊嘅嗰啲嘅行業板塊咧，其實都係正正頭先提到咧呢啲同 AI 相關一啲人工智能產業鏈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嚟嘅。咁我哋點樣睇到判斷到咧？嗱，包括可能係一啲資訊科技啦。又或者呢個通訊服務咧，其實都係屬於咧呢啲叫做新經濟，能夠受惠喺咧呢個嘅人工智能咧嘅一個相關嘅熱潮嗰度嘅。咁而當中啦，當然啦，亞洲其實一個比較重要一個派息嘅部分就係一啲即係金融嘅股票啦。其實呢隻基金咧，亦都會有咧一個比較重要嘅比重喺裏邊咁嗰度嘅。咁而右手邊咧，其實我哋會見得到咧，呢隻基金咧，其實喺過去一段嘅表現上面嚟講咧，其實佢嗰個嘅穩定性咧，其實係要比較高啲嘅啦。咩叫穩定性咧？即係話咧，假設我哋見到亞洲股市上上落落會喐噶嘛，咁其實呢隻基金跟住會喐嗰個嘅幅度係究竟係大過個股市啊，定還是係細過嘅股市咧？如果係細過嘅股市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就會覺得咧，佢嗰個嘅穩定性咧，其實係會叫比較高少少啦。咁我哋點樣去睇咧？咁就會睇到咧，嗰個叫做 beta 係數，因為 beta 係數咧就即係講緊個基金表現同個大市表現咧嘅嗰個嘅相關嘅情況。咁如果係話大過1嘅話咧，咁其實咧我哋就會見得到咧，即係話即係股市當佢喐1% 嘅話咧，咁其實隻基金咧就會喐超過1%。咁但係如果你話 beta 係細過1嘅話，即係好似譬如而家0.76嘅話咧，咁其實咧即係個股市大約係喐1%咧，咁其實隻基金咧大約只係喐大約係0.76% 左右。咁所以咧，其實見得到咧，當呢隻基金其實嗰個叫穩定性咧，其實相對咧都係叫比較高嘅一個嘅水平嚟嘅咁樣樣啦。
咁而至於啦，即係睇埋佢過去一啲嘅表現上面嚟講，去睇翻嘅話咧，咁其實佢過去嗰2年，因為隻基金佢個派息嗰個嘅選擇裏邊咧，其實都相對比較深啲嘅，咁就冇話可能有啲3年嘅回報啦。咁所以咧，我就盡量 grab 咗就話可能係2年嘅回報啦。咁但係整體上面嚟講咧，佢都見到佢2年嘅回報咧，咁其實咧都有5成嘅。咁而當中其實呢5成咧，其實亦都包括咗咧就係下面基金價格嘅變動啊，大約升咗2成7啦。咁而另外剩翻嘅部分咧，咁就係咧呢個股息，即係因為你隻基金咧，其實頭先提到咧，佢每月會派息嘅，咁每月派息個年息率咧，咁啊大約嘅接近8厘左右呢個水平。咁所以整體上面嚟講嘅話咧，咁過去個表現咧都相對唔錯嘅。咁所以咧都可以除咗呢隻基金之外咧，咁亦都可以考慮下佢配搭埋一啲頭先提到一啲環球嘅債券基金，或者可能係一啲嘅亞洲嘅債券基金，去到自製一啲即係亞洲嘅股債嘅混合型策略咁樣樣咯。好，有同事問印度嘅市場點樣睇咁樣？哦，印度個市場我哋係點樣睇？嗱，印度個市場上面嚟講嘅話咧，我哋覺得今年上面嚟講咧，未必係話真係最利好嘅，因為其實頭先提到啦，其實大家會見得到咧，其實印度咧喺人工智能產業鏈相關咧，其實唔係話太多嘅部分咧，係屬於一啲硬件製造嘅部分嚟嘅，反而咧佢會比較屬於佢都會有資訊科技嘅部分，但係資訊科技嘅部分咧，反而會係比較多咧，係屬於一啲嘅叫做 outsourcing，即係可能係一啲國際嘅 MNC 嘅企業，其實可能佢會將一啲即係科技嘅一啲嘅業務，咁其實佢哋會外判咗俾一啲即係印度嘅相關嘅承包嘅公司，去到做呢啲公司，即係做呢啲嘅業務。咁所以喺成個 AI 嗰個嘅產業鏈底下咧，其實印度咧，其實呢一度咧市場上面咧會覺得咧，即係話硬件今年就升得好好啦。咁但係咧，其實另外一方面咧，一啲軟件公司咧，其實個表現咧唔係話太理想嘅，就係因為覺得咧，大家會覺得一啲人工 agent 即係呢個AI 代理咧，其實就會有機會取代咗呢啲嘅軟件，甚至乎咧可能。係咪都真係要諗就？咁樣係咪有咁多承包商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對於印度上面嚟講咧，咁今年嚟講咧，個表現上面嚟講咧，就未必話會係太好嘅。咁但係就我諗會比較長線一啲嘅表現上面嚟講，可能印度其實我都嘅覺得係做緊啲即係政策上邊嘅改革啦。咁所以如果話即係印度嘅部署上面嚟講嘅話咧，我哋都會覺得用一啲亞洲股票嘅基金或者亞洲股票嘅策略去做個部署，因為可能頭先都有提到嘅，可能譬如呢一隻嘅基金裏面嚟講，其實佢印度嘅部分嚟講嘅話咧，都唔會話特別係太多嘅。咁但係亦都有某即係部分咧，可能大概接近6%左右咧，喺印度當中咧，咁其實咧我哋覺得咧都係能夠攞，已經係好足夠攞到相關嘅一啲嘅機會咁樣樣咯。好，咁我哋都見到有同事咧就話咧太快而影唔切，咁或者可能我相信咧佢哋講緊咧應該係債券嘅呢兩版啦，咁或者可能可以俾少少時間，可能同事啦，可唔可以可能去影一影啦咁樣，或者可能係大家記住啦，影還影啦，就記得咧唔好 share 俾你哋嘅客戶去知道啦，因為咧呢個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內部嘅資訊嚟嘅。好，咁我哋今日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我見到其實我哋今日成個部署咧都提同時係有個分散啲嘅策略啦，都係穩中求勝咁樣。希望係能夠做到穩中求勝啦，冇錯冇錯。係，咁我聽完之後咧，就我諗同大家都一樣啦，個心定咗好多，就真係唔係深圳啦而家咁樣。咁但係都係有危有機啦，所以見到短期嘅一啲市況上面有波動啦，但係其實個基本面係冇轉嘅，咁我哋都唔需要太擔心。咁又識得利用分散風險啦，咁就去喺亞洲唔同嘅地區，咁我哋都用一啲可能有啲基金嘅持有，又或者自己自製嘅一個方式去分散個風險。咁就加埋 Simon 講過嘅呢一啲投資選擇啦，咁我哋都好有信心陪住客戶咧，嚟緊都可以繼續即係希望做到啦，穩中求勝啦。呢個係啦，係啦，係啦。好，咁再一次多謝 Simon 啦，咁亦都多謝各位嘅